好，歡迎大家繼續收睇我哋香港廣州社團總會清談視頻節目《愛誰愛講咩都講》。我係香港廣州社團總會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吳國雄，亦都係呢個清談視頻節目嘅主持人。今日我哋講一講廣州黃埔區，好榮幸請到香港黃埔各界聯合會主席陳國源主席上嚟同我哋傾下偈。陳主席你好，多謝吳國雄秘書長，多謝晒你，因為阿陳主席咧好鬼忙嘅，我一早請佢上嚟㗎啦，今日終於可以抽到時間上嚟同我哋傾下偈啊，講下黃埔啊。咁啊，陳主席作為黃埔聯會嘅主席啊，咁啊黃埔有啲乜嘢可以介紹俾我哋大家會員呢？我哋黃埔本身就係一個好古老嘅漁港嚟嘅，以前漁港咁咧，其實佢都係絲綢之路嘅發源地嚟嘅。咁我哋個古港都有講緊1-2千年歷史啊！你講緊黃埔有1-2千年歷史，係啦，基本上個發展都比較長嘅歷史嚟嘅。我哋黃埔咁本身黃埔就太過多嘅發展嘅，其實以前咁又大鑊嚟嘅地方都有好多個可以值得去嘅地方嘅，係咪啊？有咩介紹啊？有咩推介介紹啊？咁我哋如果我哋去黃埔玩，我哋就大家都好出名嘅，一定係黃埔軍校啦。嗰個係參觀啦，係嘛？嗰個係我哋嘅參觀嘅必然去嘅一個地方景點嚟嘅。但係好似嗱上年係100週年，黃埔軍校係咪啊？黃埔軍校舊年就啱啱係踏入咗100週年。係啦，100週年。咁咧就有好多大嘅改變，或者有好多展覽咧都已經重新規劃過，亦都有將個停車場咧起咗一個新嘅劇院。咁咧每日都有播放有劇集，可以俾大家上去參觀下，睇下我哋黃埔以前嘅發展同埋個歷史喺度。個黃埔軍校主要係好多軍官啊，或者以前嘅即係個搖籃嚟嘅。咁黃埔軍校啦，先講黃埔軍校先。我好多朋友咧就安排啲小朋友咧，頭先有人講過添啊，你曳咧，我就掉你上去黃埔軍校學1個禮拜。咁啊，翻嚟咧就學識晒，就乖晒㗎啦。咁其實咁啊唔係咁嚴厲嘅，但係咧亦都好多家長咧想小朋友認識去黃埔軍校去學習下，係咪紀律啊嗰啲咧會好啲咧？基本上應該小朋友應該由細開始就開始俾佢有啲紀律啊，有啲國家嘅觀念。咁咧上去黃埔軍校咧就係一個最佳嘅地點啦，基本上。但係聽講而家，因為而家又裝修咗啦，黃埔軍校係嘛？係。咁尤其是暑假，因為啲小朋友咧，你冇乜假期嘅，其實讀書都幾辛苦啊。暑期先至會啲家長安排到佢哋上去1個星期去叫做受訓啊，好學習又好啦。咁啊，申請入去學習嗰個時間好密嘅，未必抽到嘅喎，係咪啊？基本上有好多小朋友，我哋尤其是我哋香港啦，更加多啲家長希望我哋嘅小朋友可以上去學習啦。咁如果有需要嘅，可以揾我哋幫手啊！揾你哋黃埔聯會可以幫下手，試一試幫手。如果真係申請唔到小朋友入去，尤其是暑假嗰段時間咧，可以揾阿陳主席幫手喎。呢樣嘢溝通一下，溝通一下。咁啊，可以喺我哋呢個視頻嗰度咧下低留言啊，或者私底下揾我都得，冇問題嘅呢樣嘢。咁啊，除咗黃埔軍校之外，仲有咩特色啊？黃埔其實我哋嘅開發區同埋我哋個知識科技城咧，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企業喺度啊。如果可以去參觀得到嘅，一定最好啦。咁如果有需要嘅，亦都可以都係要通過你哋。係啊，通過我哋又安排一下。你哋做好多嘢㗎。係啊，我真係知黃埔聯會真係好犀利嘅呢樣嘢。我簡稱黃埔聯會啦嚇。咁啊，另外如果係旅遊參觀景點咧，有啲咩可以值得推介啊？咩博物館啊，類似嗰啲咧？
博物館有好多唔同嘅種類都有嘅博物館。咁不過問題咧，我嚟講，我呢10年裏邊咧，我係見到最大個轉變咧，就係華豐寺啦。華豐寺係啊，因為華豐寺就其實嗰個係過千年嘅一個歷史嚟嘅。係咁，因為有戰爭嘅時代咧，阿華豐寺咧亦都曾經破壞得好緊要，燒到全部基本上都差唔多冇晒。但係佢呢個係佛教噶嘛，係咪啊？係華豐寺係佛教嘅，佛教嘅嚇。咁啊，如果大家可以去華豐寺參觀咧，我哋都可以幫手安排。過千年歷史，依家已經修葺得好好㗎啦，依家修葺立不到喎，都可以即係嗰陣時啊，修葺咗之後再重新再可以開放俾大眾。係啊，依家已經重新開放翻㗎啦。哦，呢個華豐寺就我未去過㗎，其實。係啊，因為比較新，因為好多年前嘅南海神廟已經係大家都或者都會好熟悉啊。係啦，我有去嗰度。因為南海神廟都千幾年歷史嘛，咁如果依家去咧就推介下試下，推介去下華豐寺啦，啱啊！大家會員可以如果去開黃埔區軍校。跟住就可以想睇啲新推介，啱啱？又去華豐寺，就係華豐寺嗰度睇一睇啦。咁黃埔仲有好多，因為我哋黃埔嘅公園啊、環保徑啊，真係數都數唔到咁多，因為有成50幾個公園嘅，我見我哋嗰個應該係。咁咧啲緩跑啊，或者做健身啊，係非常好嘅一個好地方嚟嘅。OK， 明啦。咁樣黃埔我去咗好多次㗎啦，其實咧，但係喺我感覺裏邊咧。其實黃埔區係工業多啲嘅，工業發展多啲嘅。我哋嘅工業係比較強嘅一個區嚟嘅，因為雖然我哋嘅 GDP 就唔及天河，不過其實我哋好犀利嘅喎，都會排第2、3名嘅嘛，基本上都係。同埋有好多我當年參觀都係經過你哋㗎嚇，好多。醫美科技啊，即係嗰陣時係醫療啦，應該係咪啊？嗰啲係好高質量嘅喎，你哋基本上嘅生物醫療咧已經有好多大嘅企業都喺咗黃埔嘅長洲島，長洲嗰度落咗腳嘅。咁依家講緊生物科技就發展得即係飛咁快啦，所以我哋都極力爭取多啲嘅企業嚟到落戶黃埔嘅。係啊，呢個，因為我當年參觀咧，真係打開眼界㗎。我好多年前啦，嗰陣時應該係8、9年前添㗎啦，已經係生物啊嗰個系列咧，我已經 O 晒嘴啊！哇，咁犀利嘅咁。哇！8、9年後，我諗而家更加多嘅企業喎，因為以前嘅香雪製藥啊嗰啲都係比較出名。好似我係我係好似係香雪製藥㗎，我當年。香雪製藥係我哋其中嘅一個好優秀嘅企業嚟嘅。係咪啊？咁啊，習主席亦都落廣州，亦都有去過參觀過。第日我哋要安排個旅行團再去經阿陳主席特別安排。呢啲經旅行團係去唔到嘅地方，去考察下、參觀下啦。但係我有聽講喎，黃埔除咗醫療生物科技之外咧，無人機好犀利嘅喎，陳主席。我哋嘅無人機就發展咗都有10年。無人機已經發展咗10年啦。有啊，因為我哋嘅無人駕駛已經喺長洲島已經試行咗10年8年嘅。都好多年前嘅事嚟嘅。雖然我哋而家聽講低空飛行啊，即係啲低空經濟啊咁樣，係呢2、3年先至聽到嘅啫。但係已經10年前，你哋已經開始緊嘅啦，做緊嘅啦，已經開始緊。係咪？咁我哋依家黃埔都已經有個航線咧，應該喺度試行，或者已經開始咗都唔出奇嘅。因為佢都係廣州做深圳嘅航班啊咁樣，或者佢都已經喺度試。應該或者今年有機會都應該可以正式飛㗎啦，係嘛？已經申請晒啲手續啊咁樣。哇，行得好快喎！如果咁講，你哋黃埔區啱唔啱啊？咁但係
你有冇去過先？我哋都有曾經參觀過佢哋無人機廠。我咁八卦下亦都啲無人機係好大定係其實又唔係想像中咁大嘅，因坐為都有大兩三有細。個人啫係嘛？有啲係坐一個人都有㗎。哦一個人都有係啊係啊係啊。哦，咁樣。咁依家我諗應該有啲係坐幾個人嘅喎，3、4個人。因為其實我哋應該都有啲會員咧，其實我自己咧，其實係我啲問題嚟嘅。不過我代啲會員問嘅啫，無人機啊。咁啊，我就係想知咧，無人機我坐上去啦，一個人係啊兩個人啦，咁就可以有條專線，佢嚟控制㗎啦。佢控制嘅，佢控制嘅，我哋去控制就譬如去深圳咁講啊，由黃埔去深圳指定航線，應該咁樣就我當我同你兩個人啦，架細機啊，我哋兩個由黃埔就飛去福田咁講，深圳啊，係嘛？而家係深圳線啊嘛，未到香港啊，未到香港，香港比較耐少少肯定啊，或者內地，唔好講我去深圳啦，由黃埔去白雲區咧，即係咁講，有條線嘅話，咁就我係上去坐喺度，佢就自己飛過去㗎咯喎。應該呢個係咪咁樣㗎？應該係咁樣㗎啦，係嘛？但係你10年前已經開發緊㗎咯喎。係基本上我曾經去參觀佢工廠已經係講緊，起碼都5、6年前。哇！跑得咁快啊！係比較佢個無人機都做得好早嘅。係咪啊？係嗱，你又有醫學生物啦，而家又無人機啦。我記得以前啊，細個我聽黃埔就係做船廠添，而家仲有冇㗎？船廠繼續嘅，繼續而家呢個係我哋嘅主力工業嚟嘅。係啦，工業嗰個船就係有黃埔船廠，所以黃埔區呢個咧其實係一個寶藏嚟嘅。其實我覺得啱唔啱啊？有軍校，所以大家個會員朋友咧有機會咧留喺黃埔耐少少，啱唔啱啊？慢慢發掘下佢哋嘅寶藏，好嘛？咁啊好啦，黃埔就咁好啊！阿陳主席，黃埔同廣州其他10個區，你覺得有咩唔同之處呢？唔同之處就因為依家個區都各有各嘅發展優勢啦，亦都。咁我哋黃埔嘅優勢就始終都係我哋嘅工業啦。工業，因為我哋嘅電動車啊，或者係啲屏幕顯示啊嗰啲，都有呢啲。你哋工業係主要。我哋 LG 幾百畝地，200幾畝地。LG 喺你哋黃埔嗰邊啊嘛。喺度，好大嘅一個企業。即係好多大即係工業嘅大企業咧，基本上已經落戶咗黃埔區好耐㗎啦。所以先至咁高 GDP 咁高稅收。我曾經聽過黃埔嗰個稅收係都幾好嘅，都幾好嘅個稅收嚇。咁所以亦都啱㗎，阿主席講得啱嘅，因為其實每個區有每個區個優勢。咁好似我哋之前訪問咗天河區，佢哋係商業區，咁佢又有商業啦。你哋係工業區，你哋都有你哋嘅工業嘅優勢啦，百花齊放，為我哋廣州添色彩嘅啫。呢個情況。咁啊，好啦，啱啱咧早陣子2月22號咧，你哋喺香港搞咗個好勁嘅活動喎，係響搞咗個3000人盤菜宴喎喺香港，介紹下好喎，陳主席。呢個盤菜宴就係我哋同黃大仙嘅民政一齊合辦嘅。咁咧就因為我哋黃埔國間聯合會咧都有幾個會員係佢哋黃大仙嘅關愛隊隊長，所以我哋就同佢哋民政咧就比較熟悉。係。咁咧就安排咗呢個盤菜宴咧，其實今年已經係第2屆。哦，第2屆嚟嘅。係。上年就約莫2000人，今年就已經又超過咗3000人，又破紀錄啦。係啊，咁啊希望佢哋民政都大家都做得夾得到嘅。夾得到，因為今年就希望佢都希望我哋繼續做一個每一年有一個類似嘅活動。係啊，咁如果有其他區嘅一齊想合作嘅，亦都可以同我哋商量係嘛？因為都係為社區，為咗我哋香港。係啊，因為嗰日我好有幸啦，做嘉賓啦。咁我睇到啲市民啊，好開心。啱又減啱時間啦，凍凍地啊嗰日。哦，係。22號嗰日凍凍地，喺度食盤菜幾開心咧，大家同埋氣氛好，一大班人，哇！個球場咧嗰個係慈雲山遊樂場，係成個球場坐滿晒，
坐滿晒、逼滿晒。哇！嗰個氣氛圍做得好好。咁我諗，如果再下年由3000人變4000、5000，你要揾個更加大嘅地方搞先得喎。呢個要靠佢哋民政去揾地方㗎嘛。咁咪大家合作得舒舒服服係，大家開心為市民做嘅活動，我諗佢哋絕對願意同你哋繼續合作㗎啦。係啊係啊，因係咪啊為依家變咗係我哋嘅基本上嘅合作伙伴咁樣。哦，係啊。係咁啊，希望各個區你講緊我哋廣州啲得加埋其係啦，他區大家我可以一哋齊合作個會啊，一齊睇下係搞啊係啊係啊搞靚佢、搞大佢啦。我哋都係係都係提供更多正能量，都係每次都係咁講噶啦。正能量提供更多好嘅節目俾我哋香港市民。咁啊，除咗盤菜宴，你仲有咩活動㗎？其實我哋除咗喺黃大仙有關愛隊咧，我哋喺九龍城有關愛隊，我就係知你好喺深水埗都有關愛隊。啊咁或者我哋跟住落嚟，我哋或者都會喺其他區度繼續都會搞下盤菜啊，或者燒嘢食啊咁樣。哦，我記得有可以招一年咧，呼佢哋其他啲老人家可以開心啲過翻日啦。啱，呢個就係即係我哋做社團聯會又好，關愛隊又好，盡量係為咗廣大市民嘅啫。呢個出一分力啦，呢個情況。咁所以咧我期待緊陳主席再俾多啲項目我哋大家合作，大家支持參與喎。咩？下次一定要揾廣州社團總會，我絕對支持啊！放心，一齊合作嚇。一定支持嘅。好啦，咁啊到每一集個尾聲咧，我哋就會邀請嘉賓。嗱，私人嘅冇問題，開名冇問題嘅，就推介響香港或者廣州嘅美食或者餐廳。阿陳主席有咩推介？我哋如果有推介嘅就翻我哋長洲島食下燒鵝啦。因燒鵝啊，為唔係香港嘅深井燒鵝最好食嘅，我覺得就因長洲為我哋島長洲島亦都有深井嘅。咩？長洲島有深井？係，我哋長洲島亦都有個深井嘅，有條村係深井嘅。哦，叫做深井。係。喂，其實我都好奇怪㗎啦，我都好奇怪，點解咧？長洲島，我哋香港又有長洲喎。係，基係咪啊本上之前我哋已經有曾經合作過咧，同佢哋香港嘅同香港長洲、嘅長洲。香港嘅長洲嘅鄉議會嗰啲一齊上去長洲島尋下根嘅。其實係咪其實佢哋有冇㗎？應該都有少少關係嘅。有少少關係。有少少關係，應該都哇！係有少少你哋關係黃埔都幾特別喎。長洲島就香港長洲啦，香港長洲啦島。係長洲島裏邊有個叫做深井嘅地方，亦都係做燒鵝好出名嘅。亦都係做燒鵝。係香港就亦都有深井燒鵝。係。哇！你咁貼切嘅，而家咁講。究竟係咪喺廣州即係要嘅長洲島係嘅帶鑊嚟香港咧？定係真係都咁樣要深究一下。呢度要花啲時間去研究下喎，我哋。哦，即係黃埔區嘅長洲島有深井燒鵝。係。我正確啊，咁樣講。係啊，係。咁啊，深井燒鵝你有冇去食過先？我就長洲島裏邊嘅深井燒鵝啊，因為其實我喺長洲島都好多次，咁我都曾經喺長洲島就去過姚林軒啦，咁即係你有食過嘅。係佢嘅燒鵝都 OK 㗎，係咪啊？即係同香港比較，我諗都不相伯仲。姚林應該或軒者係喎，咁或者我嘅感覺就係據上高嘅，仲比香港嘅仲要新鮮，係咪啊？喂，咁我要跟你上去食㗎咯喎，咁搞法。好啊，好啊，好啊，啱唔啱啊？因為咁我哋約埋個時間咯。我哋拉多我哋啲同事啊，我哋秘書處啊，你哋黃埔聯會啲兄弟姊妹走去嗰個叫咩名話？嗰個叫長洲島嘅姚林軒。姚林軒得，我哋記住先。咁啊，大家如果去開黃埔區嘅話，就去試下黃埔嘅深井燒鵝啦，啱唔啱啊？咁啊，俾啲留言啦。咁我一定要跟住上去食嘅呢個情況。多謝晒，多謝陳主席啦。咁我哋下次再請你哋上嚟傾下偈。好，你唔好嫌我煩啊！你個時間好緊密嘅，我知道你貴人事忙。最緊要大家合作愉快。跟住我哋隨講啦，今次主力就講咗廣州呢邊啦，下次講下香港其他嘢。我知啊，陳主席有好多寶藏咧，下次我會請佢上嚟再講一講香港嘅佢嘅寶藏噶啦。到時我要跟你學習。
咁啊，期待下次再同你傾偈，好嘛？好啊，好啊，多謝晒好啊陳主席，我哋同大家講拜拜啦，好嘛？ OK，拜拜。